騙嘅情況，司警局呢喺2024年5月份呢，同教育部門同埋高校啟動校園防騙疫苗計劃，施行呢10項重點反詐教育。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哋跟進青少年犯罪嘅情況。另外，亦都係重視家校警，即係家庭、學校同埋警察嘅合作。司法警察局呢，通過學校安全聯絡網機制同埋青年社團合作呢，開展各類嘅防罪宣教同埋親子活動。2023年同2024年呢，共舉辦係相關防罪活動係85場，共接觸係7000名嘅教職員同埋家長。咁治安警察局亦都通過呢個警校聯絡機制同埋手機通訊群組，向各學校呢傳遞最新防罪資訊。2024年同2025年向各學校舉辦防罪活動係110多次，近9000人次係參與嘅。咁呢個係即係從警方去對青少年犯罪嘅有關嘅一個應對同埋研究分析。咁其實係呢個問題呢，就係一個非常深刻嘅問題，就唔係話表面做到就足夠㗎啦，永遠唔足夠。頭先高鑑輝議員提到嘅，即係呢個對於家庭背景啊、因素啊進行分析評估啊，其實呢個呢唔係單單警方可以做得到，因為家庭嘅呢個情況呢，我哋唔可以輕易去介入呢個家庭嘅情況。當然，如果學校提供相關資料，我哋可以做，但係呢個呢就警方一般嚟講係做唔到相關嘅情況。係啊，呢個如果所以學校方面如果係配合同埋即係從法律角度嚟講係可以提供相關資料俾我哋非常樂意收集相關資料進行有關嘅分析嘅。